大家好，我是躺平叔，大家新年好啊！这期节目咱们随便聊一聊，像往年那样，咱们回顾一下过去，展望一下未来啊。首先我要感谢各位朋友的大力支持啊，感谢 B 站的充电会员，感谢抖音、头条还有视频号这些付费会员，感谢这个油管的会员朋友们，感谢这个还有油管很多粉丝每天坚持看我的节目，给我点赞。咱们这个频道到现在已经3年多了，能走到今天跟大家的密切支持跟大家的这个支持是密不可分。所以我在这里祝大家2025年身体健康，心情顺畅，工作顺心，家庭和睦。俗话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是我们实现自己理想或者是过好自己的生活的这个一个基础，一个前提条件，也是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努力生活，努力工作，也是为了一个好的体魄，一个好的身体。所以说我们要把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新的一年里希望大家更加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调整心态，无论这个外部环境怎么变化，影响你的实际上是你的内心。就是外部环境实际上对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它并不能直接对你产生作用，并不能直接影响你，影响你的还是你自己的内心所以说在2025年，大家调整好心态，迎接即将到来的所有的一切，好的坏的，从容面对所以我认为这个心态是最重要。一个人的内心稳定，内心强大，也是他面对困难，克服障碍一个最重要的武器第三个就是工作顺利，希望有工作的能把工作保住，千方百计保工作；没有工作的，刚被裁的，希望能够迅速的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第四个就是祝大家阖家幸福。如果你是一个人，那也要幸福没有脱单的早日脱单，已经脱单的早日成家。2025年恐怕很多人空闲时间比较多，利用这个空闲时间，不如顺便把自己问题给解决掉，脱单。这是我对广大朋友的一个回顾。2024年虽然不如意的事情比较多，但是也有一些亮色，所以2024年可以说叫喜忧参半。忧的是什么呢？这个大家都清楚一路走过来不容易，裁员降薪，对吧？身边都是各种不安大家压力比较大，尤其是那些买了房子有按揭贷款的，上有老下有小的，他们也不容易，精神高度紧张那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呢也不容易，无论是考公还是考编还是考研，都是一种煎熬如果你都不考，那就面临着失业，也不知道未来能干什么，前途在哪里，所以比较迷茫。2024年方方面面看上去都在努力在刺激经济，但是全年看下来，似乎效果没有达到大家预期，反而让大家对2025年更加焦虑或者疑虑。关于2024年这些不好的现象，我们在2023年就已经说过了。2023年的节目年底的时候也会展望2024年，对吧？什么银行业不好干了，对吧？这金融圈不好混了，要降薪，这个2024年也是兑现，对吧？2024年这个金融圈降薪裁员到什么地步？往年这个中金公司一个员工中台的员工晒自己的收入，对吧？一年都是100万、200万，最后导致有关部门，对吧？禁止这种垄断性国企员工自己晒工资，因为怕激发矛盾，怕别人眼红。那2024年呢，同样还是中金公司一个从小就优秀的一个女生，因为裁员降薪压力过大，对吧？自己走了极端的路这个就是个标志性事件，对，预示着这个金融行业是压力越来越大。咱们还说了，这个公务员、国企职工日子不好过，要裁员降薪，这个也验证了你看到了年底，各个地方公务员什么保6增8、保3增6，有的欠薪7、8个月，有的只发那个生活费，对吧？编外人员要清退，很多地方是所有编外人员一律清退。国企开始搞末位淘汰，国企也在降薪，连中石油、中石化都在降薪。当然了，我们说降薪这里也要解释一下，对吧？通常说的降薪是指他的整个收入下降，有的人你看他工资好像涨了，实际上他整个收入是下降的。教师降薪，医生降薪，这个还是深圳首先打响这个医生降薪、教师降薪的这第一枪深圳是有钱的地方，改革开放的窗口，楼市继续低迷这些一一验证。那2024年有哪些亮点呢？实际上2024年真的是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一边呢从经济上看大家很窒息，但是就像咱们俗话说的，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他就为你打开一扇窗
在经济这一块大家承受压力的时候，比较沉闷的时候，但是在另外一块啊，似乎又看到了一些希望。人类啊，终究啊是在向文明进步啊。2023年10月份，当哈马斯啊发动恐怖袭击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1年以后啊，这世界格局发生很大的变化。多米诺骨牌啊，第一块居然先倒了，让人感觉到这个世界啊，总体上还是向文明方向发展。抵抗之湖基本上是土崩瓦解，连他背后的靠山啊，伊朗都不承认这些什么抵抗之湖是他的代理人，跟他没有关系。这个就标志着啊，抵抗之湖土崩瓦解。无论是哈马斯还是黎巴嫩真主党，对吧？现在的胡塞武装好像正遭到啊这个打击啊。2024年再一次上演了让那些好战的人先走。如果说啊，这个哈马斯的这个首领呢，哈尼亚什么辛瓦尔，他们被送走啊，这个好像还是老的桥段，以前也干过。但是啊，这个黎巴嫩真主党他们的骨干，他们的高层腰子被炸坏，眼睛炸瞎，失去战斗力，这个让人耳目一新啊，尽最大的可能减轻平民的伤亡，而打击这些所谓的黎巴嫩真主党这骨干网络啊。更让人惊奇的是，发生在叙利亚巴沙尔家族啊50多年的统治土崩瓦解。实际上这样的国家又少一个，这难道不是说向文明进步吗？虽然这个叫沙姆什么解放组织，以前啊大家都把它认为是恐怖组织，这个朱拉尼对吧？美国还通缉他，悬赏1500万美元。但是至少你看他现在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跟阿富汗的塔利班完全不一样，截然相反。当然了，咱们还要观察，我们不能啊现在就认为他一定是对吧会让叙利亚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他至少目前他所说的目前所做的那是积极向文明靠近，主动的啊和这个伊朗撇清干系，远离俄罗斯。由于这个叙利亚发生这个巨变，导致以俄罗斯为轴心的对吧围绕在俄罗斯周边的这些小兄弟啊纷纷产生动摇。现在塞尔维亚的武西奇，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形势是岌岌可危，格鲁吉亚还有德佐地区对吧也在发生各种变化，这个都是因为叙利亚巨变。而叙利亚巨变的导火索实际上就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的这种恐怖行动。不管怎么说啊，世界上像叙利亚这样的父子2代人统治叙利亚几十年，这样的政权走到了尽头，这个无疑啊都是向文明啊迈进了一步，是自由战胜专制啊。虽然啊前景对吧依然是波涛汹涌，但至少啊叙利亚人民已经抛下了一个枷锁，让那些好战分子先走，这个也是2024年这个世界的亮色之一啊。所以这就是2024年啊，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压力，但是前途啊依然是光明，依然有希望。那展望2025年呢，我在想啊，总体上2025年不会比2024年好，就是从大家的感受啊，从经济形势，因为我们遇到的问题和2024年是一样，就是在2024年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我们又有了新的问题，老的问题还没解决，又叠加了新问题。这个新问题第一个就是特朗普暴，这个特朗普风暴有很强的这不确定性，对吧？你也不知道它最终会怎么样。总之对我们来说肯定是都是压力啊，只是大小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全球的形势啊，确实也对咱们这种出口型的世界工厂也是不利。因为现在啊各个国家都在搞小院高墙，也就是从美国开始，既然美国搞小院高墙，那欧盟它也搞，欧盟搞，别的国家也会搞。什么叫小院高墙呢？它不光是技术壁垒啊，它更多的是一种自我保护。本来说的就是叫全球化，突然有个国家说我得保护自己，那其他的国家也是有样学样，对吧？你保护我也得保护。所以大家已经看到啊，对咱们实行这个关税的，对吧？加关税，美国还没加呢，欧盟这边开始要加，连老朋友俄罗斯啊都不声不响的给咱们加了个55%。这种形势啊，我觉得在2025年会愈演愈烈，没有办法的事。这就像那个口罩期间呢，本来是全国一盘棋，要禁都禁，要放开都放开，结果这个时候有个地方说我要放开，那你其他地方只能放开，你不放开你怎么弄啊？对吧？你还能把自己封闭起来吗？人员不让它流动吗？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啊。本来说好了全球化，对吧？大家在这个整个全球布局上，在这链条上各司其职，各自赚各自的钱。但这个时候突然有个国家说我要保护自己，那其他地方也会学。所以说这个啊没有办法。那这样的话对咱们出口来说肯定不是什么好消息，这又是一个障碍。第三个，对2025年来说还有一个不利的因素，就是说塔西佗陷阱。你前面几年为了刺激搞了很多政策，刚开始大家都是翘首以盼，都是满怀信心，热血沸腾，觉得问题解决了，会都开了，这个问题肯定能解决，只要一重视这都不是事。结果几年下来没有达到预期，韭菜啊已经开始不相信了，开始抗敏脱敏，小作文不起作用，老乡别走再也不好使了。这就会导致你2025年你采取什么措施，大家只能是叫冷眼旁观。有很多人呢
非常有意思，他恐怕是根深蒂固的这种思维啊。他认为只要一开会啊，上面开会了，那这问题就解决了。然后研究那个会议里面哪个字说法跟过去不一样，哪个字提了多少次，对吧？什么事情说了多少个字，这次比上次说的多了，说明重视了，这问题解决，就开始研究这玩意儿。他完全忽略了开会虽然解决问题，但是更能制造问题。一个问题还没解决，又制造了一个新的问题。第四个就是地缘政治，就是俄乌冲突啊，包括中东的局势，到底怎么演绎，会不会有没有可能扩大，有没有可能升级啊？这些都不太好预测。就我个人认为啊，升级的可能性就是俄乌冲突啊，升级的可能性还比较小。虽然这个俄罗斯啊处心积虑的把这个朝鲜拉进来，以此啊想把一些国家拖下水，但是我看这个恐怕不太容易。所以2025年，对吧？有上述4个因素，我觉得这个肯定比2024年要差。这个咱们一直说啊，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如果有人说啊，我跟2024年没有什么变化，那么恭喜你啊，你是成功人士啊，因为大部分人会比2024年要差。当然我这个说的是从物质上啊，从收入上。那2025年会有什么现象？首先一个啊，我觉得人民币的汇率啊要挑战8，要破8呀。理由有3啊，一个是强势美元，这个强势美元是情绪主导。目前啊，特朗普上台2年以后啊，说不定就不是情绪主导了，而是事实就是这样。但目前是情绪。第二个呢，就是贸易战，我们为了应对贸易战，很有可能主动的贬多少，这就不好说了。外媒说10%。第三个就是咱们2025年这个降息预期啊，降40个基点或者50个基点，这些都会导致人民币贬值。所以说，我们先看到8，2025年看看会不会到达。第二个，关于房地产，我认为啊，除了北京、上海之外，还有一个深圳，其他的城市啊，这个房价实际房价一定是处在下跌之中，甚至可能会出现加速下跌。理由也很简单，就是这些地区牌已经打完了，4线已经放开了，还有什么牌可打？唯一能打的恐怕就是按揭利息再下跌啊，这个对刺激房价、刺激楼市啊，它的作用没那么大。北京、上海还有政策，但是按它的政策放开，实际上对其他地方会造成虹吸啊，就更加加剧其他地方下跌。所以2025年买房的人要注意了，除了北京、上海之外，其他地方人买房尽量能拖就拖，往后看，后面恐怕有惊喜。当然了，我一直强调啊，买房是根据你个人的抗风险能力和个人的财产状况来评估。你说你有的是钱，买套房钱绰绰有余，你现在没房，想买房结婚孩子上学，那你就买吧，早买早享受，你没有暴雷的风险，对吧？你只有账面损失的风险。至于什么投资，这个也是一样啊，因人而异，不要去贷款加杠杆买房投资，那个是自取灭亡。关于胡适呢，我认为啊，第一个观点是2025年不值得参与，就连强反弹都得谨慎，轻易不要出手。从目前看啊，这个股市啊还不值得咱们参与，因为它基本面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目前还是靠情绪，还是说的有一批人对会议啊痴迷，是吧？认为开会就能解决问题，这样的市场我们应该远离。你即便进去了，运气好赚点钱，马上也要还回去，连本加厉啊。所以说我对2025年的胡适啊一个总基调就是远观，你可以关注看着玩，但是绝不参与。什么时候参与呢？一个是超跌，超跌到哪儿这个现在也说不好，超跌强反弹。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他真的是下功夫堵漏洞，对吧？完善这个监管制度，完善资本市场的这个整个的一个顶层设计，就是它不是纯粹以融资为目的，它纯粹是为了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一个交易市场，让大家在这儿买卖，就像菜市场一样。这个道理特别简单啊。如果一个菜市场天天管你说今天只能卖这个菜啊，明天只能买那个菜，这个菜你只能买多少斤，那个菜啊你说那个菜市场能好得了吗？就这么浅显的道理。总体上啊，我们2025年还是跟2024年、2023年、2022年一样，就是保现金、保工作，可以出人，但是绝不出钱。在这里啊，对吧？我也奉劝啊，咱们年轻人，咱们要分情况看。就如果你啊没有什么经济压力，按揭贷款也还完了，或者根本也没买房子，这种情况下，如果失业了，对吧？你最好还是要去找工作。如果实在找不到，可以休息休息，对吧？做以前自己没时间做的事情，完成以前啊没有时间完成的心愿，会一会老朋友啊，全国各地走一走看一看，放松一下，没什么了不起的，因为你没有太大的经济压力啊。富有富的过，穷有穷的快乐，对吧？可以看一看书，可以提高一下自己认知，开阔一下自己的眼界。这个人这一辈子幸福啊，绝不仅仅是钱，绝不仅仅是物质，物质只占一小部分，而且物质这一部分你也可以去根据内心去调节，就是欲望的控制。第二个呢，就是那种确实啊，你买了房有按揭贷款要还，或者说自己
这个经济压力比较大，那你就努力的保工作，实在保不住了被裁，那还是一样要找工作，想办法，不行就送外卖，开网约车，摆地摊，积极面对。如果你有那个魄力，能走得开，应该找一个靠谱的中介，或者是通过朋友介绍，一定要靠谱然后到国外去打工，到国外先做个蓝领，对吧？你在国内这么卷，有这个劲头你到国外去卷，那你的收入，对吧？你的条件会好得多。不要给自己找借口，什么语言不行，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都是自己束缚自己的一个理由自己束缚自己的一个枷锁，对吧？你只要胆大心细，做事多观察，多留个心眼，对吧？有你在国内这种劲头你在国外一定能活下去，而且活得更好。去国外找机会，因为国内的就业太难，而且还待遇很低。那些已经在国外的人呢，对吧？不要老想着回国，对吧？继续在国外巩固自己，对吧？年轻人选择还是多路在自己脚下，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国际上那犹如受这个叙利亚的巴沙尔倒台的影响这个连锁反应。刚才说了，白俄罗斯、塞尔维亚、格鲁吉亚这些地方都有可能会发生变化。2025年最大的悬念就是低保老人。这个低保老人呢，我认为2025年对他来说是非常难过的一年。分两种情况一个就是在特朗普的调停之下，俄乌双方表面上达成了停火协议，这种停火一定是双方都在积蓄力量，酝酿一场更大的战争。因为他战没打完，你不管特朗普怎么压哪一方，你压俄罗斯也行，压乌克兰也行，摁一下强按牛头去喝水对吧？你厉害，你把两个人拉在一起谈判，实际上他们根本谁也没把谁打服，所以只能是酝酿更大规模的战争，双方回去各自做准备。所以我说停火无非就是这样。对俄罗斯来说一旦停火，不是他获得新生，我认为一旦停火，那是俄罗斯国内矛盾激化的开始。因为现在它是战时经济在国内实行高压，这个俄罗斯老百姓也能默默忍受，他的所有的军工系统都是满负荷在这个运转，所以他的 GDP 还在涨，达到4%。你看这一切一旦停下来，会造成这个什么个局面？这个军工上的投产这个产能全部过剩，这些人员，对吧？他们要失业要下岗，一部分能转型到民用，但是很多转型不了，所以他国内经济肯定会紊乱了。他的最大的收入就是石油、天然气的对外出口。因为大家也知道，欧盟是不可能再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天然气。特朗普他也不允许特朗普他要卖石油、天然气。那有人就说了，那俄罗斯向其他国家出口不就行了吗？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实际上呢，这个特朗普他一上台，他很有可能要压这个油价、能源的价格。对特朗普来说，这叫一箭双雕，既发展了美国的这个能源产业，又打击了新能源产业，同时还限制了俄罗斯，失去了石油、天然气收入。然后俄罗斯国内又从这种战时经济转向这个民用经济，你说说他的痛苦才刚开始。就是一旦停火他真正的痛苦就开始，那个才叫艰难转型。你看咱们转型都伴随着失业、断供、找不到工作，大家压力大，他那个转型能轻松得了吗？所以即使停火，对普京来说也是时日无多。如果继续打，那大概率低保老人是坚持不了，就坚持不到2025年年底，大概率会崩溃总体上以乌克兰丧失领土为条件的停火，这个可能性非常低，基本上没有了。因为欧盟也不用说，整个欧盟实际上它跟俄罗斯一样，它现在也在慢慢的向战时经济在转型呢，对吧？他们要提高国防在 GDP 中的占比，要提高到3%、4%，什么概念？它现在只有0.0几，很多国家所以最后总结一下2024年的痛苦，2025年还要继续延续，2025年还有一些新的麻烦，我们要加强锻炼，保持一个好的体魄，一个好的心态，要过好2025年的每一天。好，最后再祝大家新年快乐。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